Hare
在经典当中说到必经善思念之，这是要我们不断的调整发心动机和文法，要断除3种细腻的过失来文法。관시에 붙여 있으니까 어디 하자면 이게 다 되네. 말씀드리는 라면nen죠. 어디 하자면 시가 되네. 아 예전에 얘가 같이 그냥 이 사제들하다 원루 원시 지진 사제 손이 뭐다.
주디 패션 쉬차가 나오지. 얘네야 다른 걸 주디래 맞지. 주디치게요. 뭐 라치타이. 所讲的法是上次瑜伽都在改天，上次就科班来讲是分为前行、正行以及结行这3部分，前行大致已经讲完了，但我们还是就前行做一个简略的介绍。아데 가르쳤나라 정시에 동물의 내세 아니 그 지속과의 새로 속에 때에 바탕하셔야지 이 가정에 저의 주도는 예를 잔이 셔요 그 주도 지도는 내가 치들 잘라 무슨 부지 때다가 때에 바탕하셔 저의 주도는 뭐거든 그래서 네 말에 저의 주도가 내게다 요 말때 정시에 동물의 내세 जी पैसे को सुबह ने कुछ को देते हैं कहाँ से आते हैं जो चीज़ बहुत अच्छी बाद में बताया मिडल सुबह दी पीछे जन मिडल सुबह अन बच्चे को जब शाम से आते हैं ये जो चीज़ ने बताया चेना जब यूं में तो कौन से बच्चे शाम से आते जो चीज़ को माने ने बताया जैसा जब यूं में तो कौन से बच्चे शाम से 유치도는 이거지. 아기래 유매버서야 되네. 주유도 그런 게 니체는 다카싱에 또 추대면 로사. 주유들은 노축이 근데 로자비 제디 주유를 이 카싱에 그런 게 자면 로사. 이 주유를 주유도 그런 게 유세야 돼. 책 알려서는 다 돈이 미세나. 그런 정보여야 좋구나. 만지고 찾지 저렇게 메로한테 주인이 있어요. 그거 전부 연해요. 그거 왜 장주신 세는 빼고 연해요. 저거랑 야외에 매고 연해. 그 주인도 계속. 그래서 다 루츠부터 도시하게 돼 되지. 지모야 지금 정부직이 예측해 보이는 이유. 주의 찾는 거죠. 그 주의를. 다 그거 그 루츠부터 도시. 루츠부터 도시하게 되다. 그런 게 유래사지. 어디저가 유명하세요. 무엇이지? 이런 상황이지. 그 네버지죠. 성바들의 띠디오 이 말에 가르쳐요나. 이 어찌 드세요? 이 말에 रानी के देवलों पे देखे जो खाना हो कौन के संबा ताने चुबा कैचिए दांस वो तेरी चीज़ ये देवलों पे ने सेहत के दांस जो चु संबा थे ये देवल कर सकते ये देवलों पे ने लेनारों के चु ये देवलों लेनारों के चु देते तो करने जिसे चीज़ चीज़ माने जैसे सु जो तो रिंगे से जावा सेहत संबा थे 아저다 이 수수 도서에다 송바게 도서를 송지 어디 나 가진 쇼타였어这里说到在清净乐音之处陈设东部大师父子三圣的圣像我们结合到加行六法来讲加行六法当中的第一加行就是撒手住处陈设身语意义虽然在加行的部分并没有按上加行六法之理而是说在清净乐意之处来安设多个大师父子的圣像但是就是加行六法当中的第一法那第二是在圣像之前陈设曼陀庄严的供品，那就加行六法来讲，也是第二加行，庄严陈设无产的供品。那所谓的无产，包括了材质之产以及动机之产。所谓无产的产，包括这两个意思。所谓材质之产，就是以邪命而得的
这样的这个贡品是不适合来做供养。那究竟财值之产以及动机之产两者之间的差别何在？那就算你有很善良的动机，但是在财值方面如果有所不当，那就是有财值之产。那像是虽然观菩提心，但是呢，在最初是用邪命的方式获得这些供品，那就犯了财值之产。那即使发了菩提心，那当初这些供品是因为邪命而获得也不行，因为是在财值方面有产是邪命所获得。那这是第二加行，端严成是无产的供品。那第三加行是在安适的座位上，那就本教授而言是说自己坐在安适之座。那不管修任何的善行，都必须要观察自己的动机，要做调整，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加行六法而言，就是以毗卢七法作为安适之座，由殊胜之座。当然呢，我进去，我出部分的如果的就因为不认识，那你写出来给你。写嘛。当然你写了，官方都有点嘛，点点出去，那点点出来。点点出去，这个呢，你个开始接到的，你这这官方都有的是，那要这个处理。那以毗卢七法作为安适的座位上，以殊胜的善心来修皈依跟发心，这是加行六法当中的第三加行。那么刚刚有关于无产的供品，这个产动机的产就是限立于世间八法，也不能限于世间八法而来供养。弟弟说，这就是说，周心说是呀，说的你周日节、新节节，你今天不能写的前面写，我的这也不对，说的这个到前面的这个，就是他把两位情，遇到另一情况，遇到偏同一期节叫遇到另一事情模式。要修皈依、发心等，那就是说要修皈依、修发心，这个等字还包含了四无量，让皈依、发心与四无量与内心相结合，真正能够利益到自己的内心。的确，那没事的人，没事的人咋的？一老年的那个啥，就是这个这些呢，初心善的老善的习惯，初心善的老善的。当然，那么年纪的些呢，那么年纪的，门路都做差的些，那没事的人，初心善的老善的，可能这个大家他觉得那么是小事。大家他就参与了，点过来嘛，现在按点起的来的，一个要的，可能去充满了要容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进入到正行，正行的部分就是加行六法当中的观资粮田，加行六法的第四法观资粮田，那就上师瑜伽的教授来讲，前行的部分已经讲完，这个部分开始进入到正行观资粮田。请大家看都在百间的颂文，大家都有这个法本，所以可以参考。在第3页。你们是的了，他这真的出现新人八道，这个错杀八道，所有的人们都是我讲的送的，比这最重要真的送的大单子的。出现现的吧，季节，你老的吧，别的，这吧的那个那啥，结果是的，出啥吧是的节，所有的吧，没俺也觉得那个教是的，这种说的呗，我都小是的节，这送的人的直接送账的，
出席信任把是季节，第六出啥话节，说的我小什么节，啊，当不出席信任把的，肯定是这个的事呢，俺的上当过的，啊，我们去的现在节我的嘛嘞，日节不日了，节不日，日节不日了，这当我这设计啥个节，啊，第一个呢呢，还是说不是去，弄个去几个。弄个几个节的，这也真的当刚些日节不日了，日了就晓得过，日节不日了的，可是是呢，这当对外他的人对老日出现去了，对老日出现的日节不日了给咋来呀？要日节不日了，可能给帮你家出给打来呀，家出给打来，我这设计啥个节的，啥一节个节。一定的弄个几个节，一定的吹几个节的，一定的吹几个节的，吃餐呢也得别日的，餐点呢帮人洗有的，日的帮人洗，帮人在你的帮人节有的，帮人洗吃了蛮浓的，在吃了蛮浓，帮人洗在这个看来也得，帮人洗个定的节气日洗是呢，那老当不得人，对不对？那是这个那的节气日洗给他的就那的有。还天天日个记了点路的，日个记的了，到上就咋送上呢？还有不交钱的地方的，大家也不是那么的些，我第一天的那可能那么的人，甚至3年级的，那甚至3年级第一批的可能那么的有。这些可能这边甚至咋送进的，那甚至咋送给那的日光了嘛，差的有日光嘛，来这日光了嘛，那甚至咋送的差的有，日光了它日，这些日是咋送，特别是日光了它也拿开了，差了点不过去的，拿开了也特别是一个还有那几有的，还那这拿开了那的有，特别是。那刘老师就能送出去。一讲了，他家庭生的这个，还年纪有，他这个讲的家庭生的他，年纪有。我的家庭生的阿伯亲是干嘛的？他家庭一个亲戚生的，可是是家庭呢，第二个老师，就从来公婆吃的吃东西，现在公婆吃的光是从来呀，家长几个上来公婆生的，下个月的。现在中国了要路卡这里呀，家庭一个亲戚生的，他你阿伯生的，你知道家庭给呢，要是人不了，那地方上基本买不起，第二个在路卡这里吧，一个亲戚生的那几个就是。那么就正行方面，我们从科判来讲，有包括引请资粮田、累积资粮。以及祈祷求加持，那就加行6法而言，也是观想资粮田，然后在资粮田前献7支及曼陀罗，祈祷历代的师承，让教授与内心相结合。那相对于加行6法，这个是正行的3个科判：观资粮田、累积资粮以及祈祷求加持。首先，观想资粮田，应当要如何思维？就佛教来讲，有须弥山。对个的，我们当不的，我们弄个几个节，一光了吹几个节，一光了晒几个节的。我们也唱的，这些唱的这些呢，我们当不的，我们弄个几个节，一光了呢吹几个节。一光了弄这个吃猪肉的呢，谁也就不差的。就佛教而言，中央为须弥山，那在黄金的地基之上，有须弥山，最下方是风轮，在上头呢是水轮。那因为风搅拌的水，最后形成了黄金地基，而在上头就有须弥山。那我们必须要观想是须弥山。一般来讲，欲界天有6天都在须弥山之上，而须弥山则是在大海的中央。
最初世界形成的时候，是先有风轮，然后又出现水轮，再经由风轮搅拌水轮而产生地轮。那须弥山有8层，其中4层是在海面之下，4层在海面之上。那阿修罗就住在这个须弥山中，而须弥山的顶端则是33天，有第4天，它是像国王一般，它的眷属有32天，加上第4天就有33天。那么在须弥山之上，这须弥山有一块扁平的地方这就是33天所居住之处。而在上头还有离增天离增天是不必依止于土地，它就在虚空当中。那在33天之上有离增天，离增天之上又有兜率天。那兜率天有一个净土叫一喜持法，那这跟我们所说的兜率天不一样，它就好像是在村落僻静处的寺院一样。一般来讲，我们说寺院要距离村镇一箭之遥。那么一喜持法这个地方，就好比这种情形。它虽然在兜率天，但是又跟又所处的地方又跟兜率天有所不同，是一个净土。我听着，他们老是单单就日的后面的有个叫结果日的后面的，但是那种咱们就能有个一张，混咱们连家的，下个礼拜我混咱们的结果一张日后面的，日的后面的那咱们的地方的，呢，现在那种咱们就能有个一张，但日的装修来接，那种后面的有个人接，他人张，他日的过来呀。那今天他赶紧40天的连双那个来呀，我的赶紧一个春节见的，一个春节谁也点啊点的节目的，一个春节有时点了，点的搞人了，就大百姓一张设计团结被人不起的让先接，人不起的主家设计刚刚，第二天被你当8次也就。光被我们那个人呢，去准备的点个这个东西嘛，去弄些嘛做了的。光把人家的俺也180钱的也，奶钱的也怕我们，或者光些买的不去，光把人家的也奶怕我们，光把我这的嘛去你钱嘛你弄的，我这个家不定的就，年的180钱，没3年没还是去人不去让现在做的。第二那边的人不起还是我去吹着怎么，吹着上面的吹着怎么了？第那边去人不起来做的，那边去现场说的，那个边关键他去对吧？他们过来今天看了嘛，下个月呢，就另外说到那些的，关键他就是刚刚被人不起让现在的，我大百姓怎样？然这个年龄干那么点的蛮有个劲，这边什么去让人做点那个，我点的去上班不要热死。我们是在须弥山的南方，因为我们在南瞻部洲，所以在南方，所以东胜神州，南瞻部洲。我们因为在南瞻部洲，所以须弥山也就在我们的北方，我们在须弥山的南方。兜率天在虚空中，兜率天一喜持法是一个净土，所以所有的地基都是由珍宝所形成的。这地基踩下去会凹陷，而举足之时又会浮起。踩下去的时候，就像踩到棉花当中，会凹陷下去。但是把脚举起来的时候，它不会恢复平坦，而会跟着浮凸起来。所以踩踏下去会凹陷。举足之时又会浮起，有这么柔软的地基，它是由珍宝所形成的。另外还有珍宝所形成的池沼，珍宝所形成的树林，那就好像世间的公园一般。但是它的本质材料都是珍宝，所以跟一般的公园不一样。我们要做这样的观想。所以现在刚上个章就被
对的，刚刚这中文看，问到他这让今天的对这中文看的，跟那个八上的现实一起，现实个也不是。那有一种，凡是我们想到什么，这愿望都能够达成，能随心所欲的如意宝石。因为的你看见的，没都给菜了说吧，一个真不上去的高见女看的，我听的，那也有其他的花草树木，我们光是想到都会心生喜悦。一记得了，你矿上讲真听不，矿上矿宝被家庭给铺张的不知道，家庭给铺张的，马子的家庭铺张马子的，可是的，这什么我们修说的啊，可是说的去，以前矿上的那么些啊，这什么我们修说的。矿宝的了，矿上家庭不过来家庭，俺那人们是拿出来准备，这个金朝毛不有的个矿宝的了，你们到老外的这样把谁尽量都给你，有时出点个矿宝的呗，有时你们到老外有的做把谁尽量都给，这个矿宝的收入的嘛，人们去找我当这些的，只不过俺要老是北京他们长春都有啊，这个眼光就做了，那里去要了，大家忙不起，我这里刚刚有点个，我这里就是什么我们个铺张的这里去要的是，真的是呢。在它中央有一座楼阁，就是弥勒护主他所住席的宫殿，在上面安放着一个高耸的尊圣床，那有许多的珍宝装饰，放出来的光芒能够映照日月，就是它的光芒非常的强烈，连日光、月光也都失色。那在宫殿的周围，则是悬挂着网及半网、铃铛以及蒲扇，有种种的装饰品。那就像这宫殿悬挂在外面，有很多的珍宝装饰。那么在弥勒护主的宫殿也是如此。不然这个女的了，她讲这公办就是那吃上多我的说那个你厉害的，我们第一年了，一个村镇去公办的话是，一个村镇是要的，中午的吃了的没特有的，不然个女的她吃了是当那些的，一个村镇去公办的话是里边就出钱的介绍的，那个就要的，另外说当那去。第三一的设计三一的被设的做的个，没得有什么这个被因为了被人们打的个，没得要有没嘛这是这把事，这些个容安进来不当的被信，这些个的容安不有给来不当的被信拿走，他都切不到旁边，没到老师没到第二天呢，他都咱们那叫切不到旁边个，他都咱们那有个。这个没多钱，没做这个前去就做了打算呢，民工的干啥大爷民工别也就大没事不那么几个大关系，大没事不那么几个，地域的人呢，地域是他底下去，但大爷民工说的要大没事不那么的，这个有所讲。在宫殿的前方，还有